行政议会今仔决定讲，公私立大学宿舍的补贴方案，一学期要补贴5000块，60岁的学生会当补贴7000块，一共有275000个大学生受惠。明年的2月就开始。明年2月起，教育部将扩大补助的范围，补助每名学生每学期5000元与入住学校宿宿的学生，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户家庭，则补助额度以每名每学期7000元为原则。学生是只要去缴交扣除掉补助的差额就可以。学校这个部分也会统计校内的一个住宿情形之后，再以多退少补的方式跟部里面来请管。行政院伫6月时阵宣布讲，租金补贴2.0的政策要放入申请的年纪到18岁哦，所以学生税厝买当来申请。行政院强调讲，住伫校内外拢会当补助，望讲会当来减轻学生囡仔的负担哦。未来由学校统一来申请，学生是唔免家己去申请。